父皇他雷霆之怒，要做成事儿啊，就不能瞻前顾后的。我不看好这条路，但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没听见，更不会私下上奏告知父皇。多谢。但我真不看好。你呢？我也是，你也不看好。是。我这条路表面上瞧着损皇家利众生，他是皇家子弟，他不看好是常理。你为何不看好？老师的话，其实我没怎么听懂，但是我相信老师的选择一定是对的。那你还不看好？只是这世上大多时候，对错并不重要。老师的这条路，动了太多人的利益，我担心这么走下去，终将四面树敌，荆棘密布。这世间常有人说，对错并不重要。但如果对错一直不重要，一直没有人尝试去改变，那三大房的火，史家镇的火，就永远也不会熄灭。老师，这条路我虽不看好，但我愿意陪您走下去，哪怕燃尽此身，亦不言悔。我和师兄一样。你们真的这么想？知道你疯，不知道你这么疯，还带着皇子一起疯。偷听啊？我可不是故意的。老师，学生们先告退了。啊，走吧，我们还没下棋呢。坐吧。怎么说？找我有事儿啊？过来看看，怕那个云之兰卷土重来。多谢。不用。按你刚才那条路走下去，要杀你的人恐怕成百上千，一个云之兰不重要了。所以得麻烦你在江南多住些日子了。以你的身手，除了大宗师，其他九品未必杀得了你。悬空庙被刺之后，我真气炸开经脉，散于体内，时至今日没有恢复，所以我需要你。终于肯承认了？本来也没想真瞒着。你信上可不是这么写的。书信嘛，能看的人太多了，有些话只能当面说。为什么不连我也瞒着？心里过意不去啊。为什么？把你当朋友。你我一共才见过几面？你别说，人跟人啊，有时候就这么奇妙。有的人认识一辈子，不过点头之交；有的人只见一面就能托付生死。这话你听了别觉得矫情。我这辈子遇到不少人，可能当朋友的寥寥无几，你算是一个。确实矫情。我也这么觉得，以后不说了。所以你要添一道心法，想重修真气。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把那拿来。你要干什么？磨磨。继续磨，别停。你改了什么？师傅做了点手脚，这心法是假的啊？也不全是假的，大部分都是真的，只是动了几处。那我要是照着这个动了手脚的练，会怎么样？也能重修真气，但是到不了9品，搞不好变个白痴什么的。这么歹毒？这苦荷不是说这是我娘给他的吗？对呀，物归原主，他还动手脚。毕竟你是庆国重臣，理解理解。别等会儿，这事儿你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那你也不提醒我？信任是相互的，你不坦诚，我怎么敢交心？你猜到我真气出问题了？
你跟我写信要心法，傻子都能猜到你肯定是遇见了意外。如果你跟我隐瞒实情，那练成了白痴也是你自找的。这么狠心吗？以你我的身份，朋友二字何其沉重。那你把这个改回来，苦荷那边怎么交代？不用交代，图在外，生命有所不受。多谢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真矫情。笔给我，干嘛？给你画幅画。什么画？之前给你那本《霸道真气》，少给你几幅画，硬练啊，容易七窍流血。什么时候，这世上的人才能少些尔虞我诈呀？咱俩共勉，一起努力。大人，您看看谁来了？监察院一处邓子越见过提司大人。当你这是认识多久了，跟我来这个？哎，坐坐坐坐。规矩嘛。哎，秦天兄，哎呀，哎，你这胡子呢？这不是奉大人的命令，到江南调查名家。我觉得暗桩嘛，就应该彻彻底底的改头换面。来，喝水。哎，谢谢秦天兄。还是先说事情。我听大人的吩咐，化妆成灾民到了江南之后，果然就被名家给收拢了。但是他们疑心很重，头1个月就是整日劳作。我估计他们一直在调查我的身份。这一处跟4处一块儿给你做这身份，不会有什么纰漏吧？确实是。等到第2个月的时候，看的就松多了。我又找到一个机会，展现了一下我记账的才能。他们就开始接纳我了，最终进了3大房。所以说，这3大房他还在。当然呀，大人，名家一早就把3大房仓库以及里面的主事和匠人全都秘密迁到了城外。果然是偷梁换柱，还搭上这么多条人命。大人您看，这就是仓库现在的方位。大人，属下以为这个名家纵火屠戮百姓，罪大恶极，当一律问罪。名家肯定得办，但不是现在。咱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家，更是江南未来数十年的安定。那大人，属下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你离开库房时，有人发现吗？那就连夜回去，装作什么也没发生。暗桩既然已经埋下了，那就接着隐藏。3大房这出戏，不知将来还有什么变数。属下遵命。秦天兄啊，保护好大人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老大，你一定保护好自己啊。走吧，留步。哎，影子后来露过面吗？自从那天跟云芝兰交手之后，就再没见他的踪影。那就不管他，明天咱俩出城收复3大房。您看，您这个真气没了，对吧？我呢，又只会跑，咱要不然把那朵朵姑娘一起叫上吧？她可不行，人家是北齐圣女，我收复3大房的时候，她若在场，将来有人做文章。老王，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俩。那都听大人的。
范闲驾马出城，刚刚送来的消息，出城之后前行的方向正是如今三大房库房所在。库房所在，乃是绝密啊！必是走漏了消息。那他们出城只有2个人？开始是2个。还有骑兵，是监察院的直属黑旗。这谢必安不是说，再过2天范闲必死无疑啊？这2天已经到了。云之兰都做不到，还有谁能杀得了范闲？云之兰又不是大宗师，大宗师要出手了，否则怎么会需要你云瑞亲自去请呢4大宗师出手的，不知道是哪一位。影子大人，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着不见我。咱俩的事儿回头再说，现在马上回城。现在可不能回城啊！这眼瞅着就拿下三大房了。叶流云正直剑向苏州城一路行来。苦河远在北齐，四顾剑不愿出手，那就只剩下一位了。叶流云，那叶流云是咱庆国的大宗师啊，怎么会对咱自己人下手呢？悬空庙刺杀，叶家被逐出京都。那也跟我家大人没有什么关系啊，那是陛下下的令啊。是啊，所以叶流云的报复就针对皇室。大人，要不然咱回城去？这叶流云他不会在闹市之中出手，对吧？再不行啊，咱就乘船离开这江南。大宗师非人力可敌，你眼前的这些人根本挡不住。我要是此时回城，明家就有机会把三大房再次转运。有了这次教训，他们就会把三大房化整为零，散落江南各地。也就是说，要想夺回三大房，只能以快打快。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。可谁来挡住叶流云？他多久到？离得倒是远，可凭大宗师赶路的手段，几个时辰就到。我娘的产业，我想夺回来。哎呦，大人，我这月银我真是要少了我。你们这不是寻死吗？站！站！站！
都小心点。哎，这边。我来。别动！停下！你那边。谁？什么人？跟我走！跟上！在哪里？什么人？在哪里？在门口。怎么回事？好，快！别动，快！别动！多谢别动，放下。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？此地乃是明家私产所在，尔等驾马擅入，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们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清楚。这是哪儿？我跟你说的很清楚，这是明家的产业。老王，内库转运司罪案。内库转运司三大房甲房主事萧敬是你啊？是我。这是从庆国元年至今你的所有罪行。你这是强加罪名啊！听着吧你。庆国2年3月，萧敬瞒铜山矿难吃死人饷5年，合计13700两。庆国4年7月9日，萧敬行贿苏州主簿，以贱价购得良田700亩。庆国6年正月，以萧敬为首的三大坊主事，并一干私库拖欠工人工钱累计逾万，引发暴动，死14人，伤50余人。你这知想行贿或还可商议，致人亡命，就真是罪无可恕了。依庆律，当斩。你无凭无据，怎能定罪你？这是供词和证据，自己看看。若是论罪，也该开堂审案的这。监察院提司本就有论罪行刑之责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依法斩杀，无需再审。诸位，谁能再跟我说说，这儿到底是哪儿啊？萧主事死了，监察院正是名不虚传。大人，这里是明家私产。内库转运司三大房乙房主事马雄建是你吧？正是下官。听着啊，任职以来娶12房小妾，其中9房是为强抢民女，更有2房是杀人亲夫夺人之妻，另有庆国6年暴动一案，马雄建亦与萧敬同谋，数罪并罚，以庆律当斩。大人饶命了！大人饶命了！我不敢了！大人，你饶了我这一回吧！大人，斩。
都给我听清楚了！我人刚到江南，不代表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天下有什么事儿，能瞒得住监察院呢？这儿还有一位姓胡的主簿在哪儿呢？这。禀方主事胡金林，拜见小范大人。胡主事是吧？你来说说，这是哪儿？问你话呢。回大人，此地便是内库三大房库房，转员司所有物件暂存此处。哦，原来这就是三大房啊！这就是三大房。监察院提司范闲，奉旨交接掌管三大房。范某领旨办事，诸位，可还有什么异议啊？你有异议吗？大人顺应圣意，内库三大房领旨交权。你应该庆幸自己手上没有人命。三大房内可有专门冶炼铁器的器械？有，集中在一个库房。起身带路。好，都给我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进了库房，就没再出来。是，门关着，但是可以听到里边有金铁交击，炉火点燃，但是就不明白他在里边做什么。哼，不过也无所谓。即便是收复了三大房，只要叶流云一出手，范闲此次定是死路难逃。你要是没死呢？那可是大宗师啊！你是家主，该注意一点，成败不可寄托他人。范闲如果没死，会是什么结果？明家争夺三大房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罪。谁说是明家？对，明家也是被骗的，有个别族人心存祸心，只是这么一来，恐怕再找一个过继的，也扛不住这么大的罪名了。你亲兄弟不少啊，那就让你那些亲兄弟们一个一个的去送死啊！莫心息怒，我那几个亲兄弟，别说一个一个去死，就是一起死，也是您说了算。可是怕是这样，也扛不住吧？那还不简单？你和我选一个献祭出去。自然是我。孩儿再贪生怕死，那我也是个人呢，怎么能把自己
慈悲宽厚的母亲送出去献祭呢？好儿子，还不到选择的时候，要看看范闲能不能活下来。母亲说的对。不过这一次范闲，怕是死路一条了。这有一会儿了呀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点时间，还能临时造出个神兵利器对付造宗师？大人，黑旗听令，守住三大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叶流云来了，你还等不及了，快到了，我去迎迎他。到，大人，大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迎着大宗师去的。我家大人一向与众不同，这还夸呢？疯了吧？偶尔疯一次，也挺过瘾的。大人，找我。都疯了！上！我加这个。12来补啥？影子大人，啊，你也跟过来啊？啊，这种热闹还是要凑一下。你俩要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，咱们可以不说话。紧张，总得说点什么。大人，我上个茅房去来得及吗？应该是来不及了。什么？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叶流云来了。都别跟着，我自己处理。一个人去，不要美女。别好，你死了，我收尸。收什么尸啊？这要是真死了，死无全尸。大人，老王，平时你一向聪明，跑得快。一会儿真要有什么事儿，千万别犯傻。大人，
用这个也未必动得了大宗师。没错，大宗师也是人，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躲？成大宗师者，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，那不成了妖怪？范闲，叶先生好。我欠了人情，你离开江南，我不杀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人不太听劝。刚才你看到的是什么？神兵利器。怎么不用啊？我想了想，觉得用不上。怎么讲？因为您不会杀我。我听闻您是以流云散手闻名天下。这剑杀人更快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杀你啊？因为您不敢杀我。放眼天下，除非是四顾剑这般绝情绝义之人，否则就没人敢杀我。真的？叶家是被逐出了京都，但叶家还在，并未消亡。您若是真杀了我，叶家才是真正的万劫。这就是你的底气。先生是天上的流云，潇洒之气，但这么多年终归留了条线在人间。有线在人间，那便还是人。既然是人，终究有情。浪花只开一时，但比千年时，并无甚不同。先生亦是如此。谁告诉你我在乎叶家？叶先生，是我赌赢了。您是大宗师，但依旧是人。赌性够大，够疯的，也不知该说你像谁。多谢叶先生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晚辈是想谢谢先生，让我知道，大宗师也可以依旧是人。晚辈这辈子走仕途，也修武道，要是眼瞧着这两条路走到顶点，都没了人性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
你跟你娘还真是不一样，这么矫情。您也认识他？他可不像你聪明，但也别太聪明。什么意思？我是人，并不代表其他大宗师还认为自己是人。大人，这算是尘埃落定了吧？咱赢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杀你？拿命赌的。恭喜，命赌赢了。多问一句，既然他不杀你，挥这一剑有何意义？做给京都看的。叶家被流放，大宗师有所不满，这一剑是向京都表达自己的态度。不过刚才那一剑斩向我的时候，我真是觉得天崩地裂，那么一瞬间，真觉得自己死定了。没想到最后就斩了走头发。一剑斩楼，这就是大宗师的手段。大宗师真不是人，听着怎么像骂人呢？这话错了。其实他们依旧是人。哎，你说咱们会有这么一天吗？我可能会有。那我呢？小范大人，这要等你真气恢复了再说。我回来了。啊，还没结束，最后这个结尾不会又要等好几年吧？闭馆时间到，请带齐个人物品后续离开。影子导致范闲重伤，就这么算了？圆梦呢？他有人命在手上。那庆帝和神庙之间到底什么关系？后面的能不能快点儿？